今仔日来先在路顶做路，我想讲啊，只死棍来偌好咧，真正随有呢，吼，真正是。NGO 创啥物？我是人本教育基金会人权甲教育政策的专门委员，我是郑源，郑源。阮人本教育基金会是一个 NGO 啦，NGO 就是一种无政府支持的单位，就是专门咧做教育政策的改革，然后搁一寡校园内底的申诉。我叫刘伟霆，我是为龙顶高中来的。我自细汉甲阿嬷讲台语讲到大汉，所以我会晓一寡台语。我有去学校演讲比赛，我台语讲到无真好，但是嘛袂歹。大家好，叫做张武迪，我为台中龙井的龙顶高中来的。我以前有参加过台语的朗读，为国小、国中、高中拢有参加。今日看到这两个学生，感觉我可能会输呢。恁看的真牛。主持的 NGO 工作者甲真高讲台语的高中生车票，看啥人会当用刷牌台语开发公民与社会课程，双方拼道理嘛拼台语，输的一定爱交出作品送互对方哦。咱有早龙井摕来西瓜，这是透早去菜市仔买的，这个有青啊。看起来袂歹呢，我想要炸回去。阮书包镜头，阮才有准备小小的礼品要来互恁吼。这是啥物呢？这个是好画牌，就是柯基梦。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一种纸脸布，这是恁伫学校内底拢定定需要的。另外一个这是资料夹，就两个啊。你有需要迄种你的一寡文件啊，还是你有这一寡考试卷啊，要藏起来，拢会放内底，真好。公马地朴素课，每一题10分，学生分数较悬的一名优先回答后一单元。母校推动友善校园，向全校同学研究提案，希望达到体现生命价值、建立安全和谐、甲互相关怀的校园真正的目的。若是为培养理想的公民组织观点来做评估，公告提出以下方案，哪一项应该选做最佳提案？答案是 A 啦，唔是哦。D， 为了加强学生的环境意识。校校应该鼓励同学组团队利用校校的绿地甲老树。我想讲，我嘛唔知，其实这条我袂晓。高中这个学生因为出刊校内杂志，也是校中利用等议题，甲校园管理人员发生冲突。为校园人权的角度来看，哪一项描述是正确的？我选 D。因为校校若对迄学生啊有啥物问题，拢会当去用正确的方式去甲教育局做申诉的动作。我嘛是感觉是 D 啦，学校就需要对学生做出记告，也是要做新改等等的处分呢，需要经过适当的权力救济，这是正确的，对。万一比如讲学校你记告，你无同意，其实你会使提出申诉，这是会使的。嘉兴甲某一间公立高中，因为学习成绩无好，常常去老师骂讲伊从来无出团。有一届期末考，一位老师指控嘉兴作弊，经过校长的裁决，甲嘉兴记大处分。本事件牵涉的校园人权问题，以下描述哪一寡是正确的 ？A、B 甲 D。我感觉是 A 甲 D 啊，A 甲 B。我答对唔对去啊？我答对唔对去啊？因为 D 教生受到记告的处分，按照大法官释宪的结果，这是讲你也去学校退学，关系到你无得继续读册，这大法度啊，这大法度申诉，按过你记告的部分，这属于学校的裁量权，这是无，对，这是无法度迄个对。台语主播一流水，用刷牌台语报新闻，过关加10分。人本基金会接到真侪家长的投诉。指控高雄有一间国小的特教老师上课的黑白骂囡仔，佮为着分数好看，考试叫囡仔直接抄答案。人本指出，这位老师20多年前就捌因为向家长推销保健食品，互人投诉。这几年来也佮有几若件申诉案。人本基金会批评校校甲教育局拢无处理，不过市政府强调绝对无暗藏。提法问题1.1，用台语跳临重大社会议题，讲甲清楚正确就摕50分。进前落后者约会应该的好机会。本
据教育基本法第8条第5项订定，学校应该积极推动校园霸凌防治工作。请问霸凌的定义是？所谓的霸凌吼，就是讲有伫学校内底，你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长期去受到欺负、欺凌，然后相骂，还是看不起，这拢是算讲霸凌的条件之一。上爱重要是爱长期，不是单一事件，是几啊遍加在一起就是霸凌。受霸凌的迄方，就是你会感觉你心理甲心情会无好，然后你除了这个部分以外，你可能阁有你的健康受到影响，然后你的心理健康，然后生理生理嘛是共款，然后讲你有做受伤，这拢是造成霸凌的迄种条件之一。我感觉霸凌就是讲一个嘛无一定学生啊，伫咧做工课嘛共款，一个足长的时间啊，一直互哪欺负啊是啥？伫网络面顶甲别人骂，足侪人啊伫面顶甲伊骂，啊，互伊受伤。那真上啊重要就是讲，恁伫学校内底也拄到恁同学咧欺负，还是你看到有同学去用撞钱，你就使帮助伊，你会使甲学校老师讲，还是去打电话去迄个霸凌的专线去申诉。来，你喜欢基金会礼物小小礼物送互恁，这是我两整西瓜，有甜哦。我无想到今日会平手呢，我本想讲是因会赢。我感觉因为校园内底迄种人权的观念是愈来愈进步啊，甲阮细汉的阵是完全拢无共款啊。我嘛是做希望讲，会使因为这个机会，互所有的学生囡仔，互你看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了解这个校园内底真正足需要提升大家对于人权概念的方面的部分，嘛是希望讲看这个节目的各位观众呢，有需要找人本斗相共的部分，我拢做愿意来斗相共，安尼嘿。人本基金会是足好的基金会。多谢。NGO 创啥物？中庭的老师拢足好诶，拢对咱足好诶，拢无即个问题啊。